除咗航拍同表演，無人機點樣應用喺物流，亦都係打造低空經濟嘅關鍵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民用無人機出口國，低空經濟市場規模有望喺2035年達到35000億元人民幣。香港亦都循多方面推動低空經濟發展。今年3月，低空經濟監管沙盒試點項目正式啟動。政府批出第一批38項試點項目，內容涵蓋緊急救援、維修檢測，其中包括利用無人機由科學園跨海送外賣到對岸嘅馬鞍山海濱公園。政府亦都積極建設大灣區低空跨境通道，探索運送貨物同埋運載乘客等嘅跨境低空飛行可行性，發揮香港內聯外通嘅獨特優勢。低空經濟要飛得穩，基礎設施不可或缺。地政總署最新推出全港3維數碼地圖，同傳統地圖相比，數據更加準確豐富。低空經濟正在騰飛，香港亦都要把握機遇，開創智慧天空新時代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